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3月2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临时会针对地动灾情的重建加各界观看使用的专案报告，其中就讨论到维管大楼事件。虽然当时有侪宗教善心团体拢到场到主家辛苦服务，不过因为处理相过频繁，议员林彦竹质疑会打扰救灾人员的休困，嘛浪费物资，所以会中要求市府要律师进行，拢要先向社会局登记。这次伫维管大楼的救灾当中，有袂少爱心团体也进入灾区，煮面煮点心，也就是发送咖啡、水、炭啊等等物资，互现场救灾人员、媒体，也就是等待的家属，虽然互大家感受社会的温暖，但另外一方面，也因为进驻的社团伤济，造成物资重复发送，也是浪费的问题，甚至也搅扰救灾人员短暂休困的时间。议员林彦竹借着临时会，将这项问题提出向社会局质询。我们社会局完全没有去让每一个社团或者是要讲的是爱心人士来这里煮一个汤圆啊，或者是什么，他来这里摆设一个位置，完全我们都没有登记。然后你看到的整条马路，从不管是哪一条，都是看到摆摊位的位置。然后我请问，物资从物送，这不是浪费是什么？局长是不是这种非及时突然的状况？我是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去没有办法掌控这些物资情有可原呐。那如果说能够及时的建立单一窗口的话，是不是能够发挥这个功能？我老实讲，我也有一点怀疑啦，因为有的就主动就跑到现场去啦，哎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那个物资跟议员报告分享，我们那个物资啊，其实一些民生，像我刚刚说的，像他刚刚举一个例子，是说有宗教团体拿的资源然后拍他的照片，我看到的，我听到的还不止这些啦。哎呀，拿钱做自己场面的得有。议员林彦竹建议未来社团要建立灾区帮忙的时阵，拢需要事先向社会局登记，并且规划出一条线，清楚画出社团会当摆摊的地点，避免影响救灾。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这摆地动除了来自各界现金捐款，毛产像炭啊、矿泉水、罐头、泡面等等大量的爱心物资。议员陈定上午接到临时会，嘛关心物资的处理，要求将有保存期限的食品，要赶紧分送给员。2月6號地動過後，後續災民的照顧以及善款的運用是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立議員陳怡婷同時也關心到來自各界關注的物資處理問題。對此，社會局長劉淑慧回應：目前所有的物資攏放在社會福利大樓，甲無障礙之間，將在3月底進行，依照順序分3階段發放。其實絕大部分外界對於整個市府團隊的救災是給予高度的肯定，可以看到有超過80%的這個支持度。其實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救災過程當中，大家的努力，其實社會大眾各界都有看見。那其實怎麼樣去維持持續，其實社會各界對這件0206賑災後續的肯定，其實我想後續這些災民的照顧協助還有這些善款的運用，其實是相對更加重要怎麼讓他們重新的生活，然後怎麼樣對他們持續的關懷跟照顧，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那我們也看到說，其實那個過程當中受到很多光是事情一爆發，各界的善款也好，其實物資也非常非常的多我想請問一下局長社會局局長，我們這些物資我們現在除了錢以外人家捐的這些物資全部都用完了嗎？這一些部分我們有分三個這個順序要來做發放。第一個就是我們陸陸續續這個災後安置在飯店的這一些災民，他們在3月份已經都陸續找到房子、租到房子、搬家了。那所以第一個部分就是說，我們把這一些物資就讓他們來使用。
对，这是第一个。那当大家都使用了，包括家具，包括非常多的一些民生物资，那民生物资就是放到他们的租屋处让他们使用。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们使用大概都差不多满足了，那我们第二个顺位就是我们的弱势家庭。是对，那弱势家庭如果在就是说我们去发放，应该是不会有剩了。那如果再有剩，第三个顺位就是我们的可能一些灾备物资。因为罐头、泡面等等拢有保存期限，所以元旦一定提醒社会局，一定要赶紧完成发放作业，以免让灾民吃到被过期的食品。同时，也要求38亿善款的运用，一定要公开透明，以减少大众疑虑。咱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针对这摆地震受影响的主体，第一时间市府的委托专业的技术，依照危险程度，那红单加黄单要求拆除或是补强。不过民众虽然无被打单，但依然烦恼徛街感受危险性。对此，议员洪玉峰就希望市府借着民警系统来协助民众鉴定。2月6号的地震造成不少主体拢出现地震下陷，也是表面不顺的情形。依照损害的程度无同，市府以打红单甲黄单的方式要求维修，也即是拆除。议员洪玉峰反映，有民众虽然无被打单，不过议员烦恼厝内出现的不顺甲下陷情形，会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希望借着公所等等的民政系统，帮助民众解决疑虑。这次的那个检查当中啦，你就说贴黄单、贴红单啦，这个过程内底嘛有真侪无共款的声音，就是讲有的厝主伊认为讲，我这间厝其实我的程度是已经到什么程度，但是伫专家的认为内底，认为讲伊还阁无够加通去打这个单，这有可能牵涉到以后，咱是不是政府会当给提供一寡什么款的实质的这个协助啊？所以引起很多不同的声音啦。我唔知影讲，咱是不是将来还阁有第二批的检查，还是讲一个厝主伊感觉讲，我有怀疑的，啥物我可以当透过公所的系统，搁再请咱安排第二处的这个迄个检查。这个部分我印象中是有把它再做过一次，让民众如果觉得技师工会所做的鉴定如果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有一次让他们提出来的时间，那也已经完成了。那我要特别说明是，这个台湾在经过921地震之后，其实由这个技师工会去做这个建筑物的危险或是它的这个损坏者程度的部分，都已经有一套制度，让由这四大技师工会呢去做鉴定。那所以都是由技师工会的这个所有技师去就建筑物的第一时间他们所做的判定。那如果是属于红单的部分，他会再去做这个建筑物的详评，它是不是需要去，如果有立即性的危险，那就必须要立即做拆除；如果没有立即性的危险的部分，那技师工会的技师会再去做一个详评，然后来确定这个建筑物是要采补强或是拆除的方式。另外，议员洪玉峰也关心这次地震对三商区公所甲南华区公所的危害，烦恼公务人员的生命安危。对此，民政局就表示，经过技术鉴定，三商区公所甲南华区公所必须定时围楼，应该爱撤离，同时也会另外找寻所在作为新的办公地点。咱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市府努力地推动加团城市，嘛伫经济部甲民间的合作，将予第一代电动巴士伫台南诞生。了，市府将规划做77号路线，伫安平经过市区探往南旁梦时代，予台南公共运输更向前迈进一大步。这台全新的公车外观甲一般的公车看起来并无啥物无同。但这台其实是由市府甲民间共同推动的电动巴士，由电力当作能源，发动的时阵也无吵人的噪音甲废气。交通局长也表示，经过5冬来努力，总算让古都台南出现电动巴士。伊推出一条全新的公车路线，让台南的公车路线增加到109条。今天400年来、78年来第一摆台南市有电动公车，所以大家都一起来，我们来参与这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时刻。
台南是低碳城市，所以电动公车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但是呢，这一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啊。我们希望我们台南市民都能够多多利用这一条路线让这个电动 bus 成为我们的一个未来今天是一个起步，但是不是一个终点，我们未来还要走的路还很长。这条全新的公车路线为安平出发，不止通过各大古迹、甲百货公司，更加停靠城大病院、甲城大7个校区，一概满足观光甲日常生活的需求。市长希望大家做伙为加团城市努力。今天的77号的行驶不单是台南市增加了一条运输的路线，那么也不单单是这个公司由3家经营变为4家，背后呢更重要的意义是电力的来源由汽油转变为电能那这个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那今天电力的来源呢由这个动的能源的来源改为电力那我想有几个重要的意义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由原先的已经有的，包括电动这个脚踏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的汽车，现在连公车都有了最困难的一种交通工具都已经有用电动的。那未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城市108条，其他的108条也有机会逐步转换为电动的这个巴士活动现场也开放民众试坐，77号路线将于3月23号开始通车营运，到4月15号进行。只要坐77号路线，对前送甲路线同名巧克力一条，欢迎民众多多去试坐。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过去特别认为的头仔烧烧尾仔零零的电话卡改善计划，不过市府透过区里的互相比赛，除了维持通顺，参与范围愈来愈大，嘛互外县市纷纷前来观摩学习。而今年第3届比赛结果，市长赖清德嘛亲自颁奖，由民生路1段摕到第1名。今年台南市优先电话卡路段的比赛，一般做有7区，20条路段竞争上界激烈。经过严格评审，市长赖清德上午予以颁奖。结果总长1800公尺中西区民生路1段摕下第1名，第2名则是北区西门路3段105号附近。至其他路段因为总分无到75分，无第2名次。对此，市长赖清德表示，第2卡的通顺就是路人安全，店家趁钱甲城市美观，背后意义更是推广商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上好的手段。你看，咱每一条街看偌济商店在做生意，所以你人一定爱来，你人潮没有来，你钱潮就不可能到啊。所以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城市甲本红地多这样的核心理念，然后达到市民充分就业，不仅仅是这个科技业很重要，传统产业很重要，商业也很重要，旅游业也很重要，各行各业都很重要。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小小的这个行人那个骑楼畅通，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除了行人安全以外，就是店家要赚钱。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达到充分就业。会中市长嘛以全国做选过扫过街城市乡镇来观摩，认为南投草屯的电话卡上界通顺，一直到黄昏街顶都有行人在设计在地学习，推荐大家会当去看卖。但新闻顾问及王子豪采访过的。先看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
为了预防长病毒传导正确的洗手观念，市府伫新南国小加强扩大宣导活动，市长赖清德嘛亲自教长甲小朋友，希望伫长病毒流行的高峰期进前，会当尽量降低感染的风险。以去年大流行的天狗热作为警戒，今年市府伫发生长病毒高峰期进前，就开始积极宣导正确洗手的观念，降低得到长病毒的几率。由市长赖清德、卫生局长林胜哲、教育局长陈修平以及安平区长赖清竹，22号来到新南国小，向学童宣导正确的卫生观念，希望透过学生将防疫观念扎转去厝内，保护市民的健康。为了让小朋友更加容易了解预防的观念，赖市长搁展现武艺，甲学校的师生做伙跳洗手歌，场面相当趣味。各位同学，大家一起念，大声一点。第一个步骤是什么？那诗的意思是什么？答对了哈，不是诗有两种的诗哦。我们再打开武功秘籍，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就是搓手啊，搓手。那搓手的时候要加什么？没有错啊。所以第二招，抹上。一起念来，抹上，不上，手心手背，只练几次够，进入3、4月，随着气温渐渐啊上升，也阁有开学了学童之间的互动，容易造成长病毒流行。市府呼吁大家应该做好洗手5个步骤，落实破病无去上课的防疫观念。若是有感染的前兆，就一定要前往病院做检查，掌握治疗的黄金时间。健康100兆，长病毒更爱。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体验昆士湾的活力，每一档南区公所透过文化季活动来行销，已经成为年度的重头戏。其中3000块一道的风味餐，日前经过宣传100道真紧的热满，已经提高到180道。想要公所延续这份地方的热情，嘛宣告3月25到27，昆士湾乐活文化季将正式登场，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在南年高中正高队的歌声当中，正式为昆士湾乐活文化季的宣传加开始播，开始每一档融合别有历史文化加生态产业观光作为主题活动，已经成为南区一大特色。这摆由万里万年灯结合嘉南夜里大学所规划，不管是25号登场晚会，或者是文化闯关，加有摆有保庇等内容拢相当丰富。今年南区区长主动嘛延续过去文化季的热调，来以活力趣味来延续经营。我们南区区公所这一次搭配了我们的万年殿昆山的龙山寺以及我们喜树的万环宫，共同来规划我们今年的昆喜湾活动活动的内容非常精彩有万人齐心来游湾，还有喜事集，还有我们的海滨健走等等的活动，非常精彩最后的这个风味餐呢，也已经被大家订购完毕了哈。那相信今年的活动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有的我们的国民都能够来了解我们的昆喜湾的文化，了解我们的美好，了解我们的美食，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非常有活力的昆喜湾活动。今年为了吸引更加多民众来参与文化季所系列活动，嘛这次威斯巴机车订100多项奖品的摸彩，市价超过22万。2016昆喜湾乐活文化季，你们知道吗？3月26号有摸不完的奖品哦！想骑维斯牌吗？想拿拍立得吗？想拿 iPhone 吗？赶快来，赶快来！3月26在万年殿公园前面
有非常热闹的闯关游戏哦，还有湾里小旅行，以及550波比的团康竞赛，来你就有机会摸奖。民众每参加奖活动都有一张摸彩券得奖的机会愈大，所以欢迎大家拥有上万年的脸书粉丝团的报名。期待3月25到27有万人齐心来游玩。但新闻官及王子豪采访报道。今年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单元延续去年首创的老树音乐会，今以树卡人情味作为主题，邀请市民朋友做回来和我分享自然生态甲艺术人文，并且邀请到艺文团体来表演，感受台南的树卡人情味。延续去年老树音乐会形态，主办单位今年将主题定做树卡人情味。邀请丽丽水果店负责人李文雄、红茶地方创办人叶东泰，也阁有作家王浩一担任演唱人，为每一场的活动做开场，为大家讲解老树甲这个城市的故事，并且邀请艺术团体现场演奏表演，让参与民众有一个充满艺术人文的午后时光。所有的话题当中，绕了树在走，那。当树很幸福的时候，其实这边的居民也会很清楚说，他们也会很幸福，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加上我跟副座，我们刚好都是台南市珍贵老树的保护委员，所以我一直在文化的后面，在音乐的后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让市民对这样子的老树的保育，然后有更健康、更完整，然后更大家共识的一个活动。所以不管呢是在今天的台南市的市中心，即使在不同的文化园区，或者在庙里面的，或者在古迹旁边的，安藤忠雄说，如果房子长得不怎么样没关系，外面呢都种一棵树，它就好看了。那更何况呢，台南的古建筑一些历史的场域都非常的精美，像孔庙这样子。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100年以上的老树，而且每一个树种都不一样，每个树的形体都不一样。我们真的是很幸福，也能够为这些树，也为台南的文化古迹呢贡献一点心力。而保育这件事情，树木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它应该是被在这个活动中间被强调的。2016台南艺术节系列活动的树卡人情味单元，为3月26号开始，活动一直持续举办到5月29号，卡列遍布大台南各区。伫这个礼拜六下晡3点半，首先登场的是伫南门公园举行，欢迎市民朋友做回来树卡，感受台南的人情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近年来，电梯因为无定期维修、无详细检查，造成意外不断。对此，嘉义绿大学为了培育升降机相关装置甲维修的专业人才，特别伫校内设立专攻大专以后为学界训练场地，同时提供数科的课程，希望为电梯的使用安全尽一份心力。就他嘉南药理大学职业安全系信级学生，除了本身的专业，嘛加入产业学院的人才培训来学习电梯装修的技能，并且利用时间不断地改好合格检定场所来操作电梯中心点的定位、缆线检查等等。相当难得是，伫无到2社的录取率当中，第一摆就考掉1级的证照。当时我学这个是为了要，就是除了治安这个证照以外，我还要多另外一技之长。对，那我学这个，或许对我未来有很大的帮助啊，或许是可能就是还用不到这样。但是我觉得能多学一技之长，那我就尽量去学这样。开始对1803年7月职业安全卫生法正式上路以后，除了营业用的电梯以外，其他由劳动检查机构所列管的升降设备，嘛拢爱全面回归建筑法，所以嘛，互该行业部的人才面临不足困境。对此，嘉南药理大学除了负起培训人才任务，嘛设立这座专攻大专以后为电梯装修的检定课程。都会区普遍都会设升降机啦，而且大楼那升降机其实如果没有去做很好的维护跟检查，很容易出意外那以往很多这个做检查的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们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专业应用在升降机装修
哦，那能够培育直升机专修的专业人才，哦，为我们直升机安全来做把关。3月2日下晡，课场会正式落成，嘛，互有意愿从事相关技能的民众甲学生，成为一大福音。第一新闻军及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坐云底渐转雨，现在是离雨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3月22日的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